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你嘅產品放喺全球訪問量最高嘅搜尋 Google 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呢？喺呢個視頻，我哋教大家點樣零成本達至呢個目標。首先，我哋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嘅海量數據變化。所謂海量 ，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，我哋要3天不眠不休先可以將佢睇晒。Google 搜索有200幾萬，域名增加70個，網站每分鐘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器發出2000封郵件。我哋點樣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借助 Google 同 YouTube 呢兩大搜尋平台，為我哋嘅產品帶嚟希望，讓我哋嘅產品喺國際舞台上發光發亮。我哋今日測試一啲關鍵詞俾大家，大家喺呢個頁面可以隨意揀一啲關鍵詞去測試。呢啲係我哋做嘅排位成果。Monthly Hit Pass 全球嘅數據係有190萬，全球首頁排名嘅係我哋其中一個關聯產品。Google Pass 係呢個產品嘅品牌。我哋再翻去 video 嘅頁面睇，喺呢個頁面個數據係16萬，因為我哋個行業比較窄，係以升華專業印花機。喺呢個頁面大家睇到10個自然排位裏邊，我哋霸佔咗8個。我哋翻多2個頁面。第2頁情況都係一樣。第3頁我哋霸佔咗9個。第4頁我哋霸佔晒。第5頁我哋霸佔晒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就說明喺呢個行業嘅朋友或者要進入呢個行業嘅朋友，佢要採購呢個設備，佢睇緊嘅視頻都係由我哋提供嘅視頻，從而大大增加咗我哋喺行業裏邊嘅知名度，讓我哋喺呢個行業裏邊個銷售會有什麼壓力。喺嚟緊嘅5月20號，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，重新出發。時間就下晝3點至5點。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，大家不妨點擊呢個鏈接，下載報名表報名參加。大家亦可以向我哋諮詢一下。我哋係香港唯一一家教大家做全球首頁排名自然排位嘅公司。多謝大家。